大家平安欢迎大家过来咱世界台湾文化论坛。今仔日是第117回，咱邀请到夏都岛要来甲咱讲台湾意识甲台湾民族意识差伫倒位。夏都岛伊顶边有讲到即个民族主义的即个议题吼。伊今仔日也要过来甲咱补充吼。顶面咧讲真精彩吼。引起真侪讨论，所以今仔真期待。无，我就先甲时间交互夏都岛吼。伊演讲煞了后，咱才过来讨论。伊咧演讲的中间，恁若有想到啥物款的问题吼，恁嘛当踮即个讨论区遐来问问题。好，安尼来。夏都岛，请我甲时间交你。好，大家好。我其实我在想讲，好啦，我嘛是先自我介绍一下，虽然讲顶届嘛有介绍过啦但我即届可能介绍较简单，因为我顶届有为我大学是安怎开始想着即个要学，爸为开始接触着即个观念，到我开始学台语文，到上尾我的迄个心内的想法，我顶届有小可介绍着啦。我即摆是要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就是讲，其实即个民族主义即个问题我其实应该是足后壁才开始想的，因为我想大家拢是读过三民主义嘛，所以对三民主义的应该拢有一个理解就是伊会讲着迄个民族主义，所以有足侪人对即个物件会反感的原因，就是可能甲这嘛有关系啦。而且其实我是伫即个。就是这几年甲一寡人咧讨论的时候，我才会慢慢感觉讲，台湾人的即个问题是有一个障碍，但是因为主要是民族主义即个物件本身，伊嘛是有一个困难点伫内底啦。确实是我这几工为着要讲这个时，我嘛是有小可想一下，虽然我无想足济，但是总是就是我虽然以前接触即个思想真久啊，但是。我嘛无确定讲我讲的，大家拢有法度接受。讲真诶啊，我会记我上早就是我伫应该是要可能要10年前，我咧想可能有10年前，就是迄个叫有一个进前伫台北选举的，迄个壮阔台湾上因爸爸，我才想袂记诶名。伊就是一个教授嘛吼，吴教授就是我著听伊讲一句话做好耍。其实迄个时我著迄阵有民族主义的思想，但是伊讲到一个物件以后，我著感觉足趣味。伊讲即个民族主义其实是无啥物意思讲足简单诶，无啥物内涵啦。就是讲因为政治诶人来讲，民族主义其实是无啥物内涵，所以嘛无啥物咱讲诶叫做民族主义诶。就是大学者就对啊啦，因为民族主义其实伊毋是学者发明出来的，伊是自然，就是伫咧即个社会中，伊是先有即个物件以后，才慢慢即个学者伊才开始去整理讲，即个观念到底是啥物意思，才发明即个叫做民族主义即个名称去称呼伊啦。但是其实是伊毋是讲有某一个学者会家己想出来。足侪，比如讲足侪政治上的思想，比如讲好啊，马克思主义也是讲自由主义啊，啥你拢会找着讲上早是倒一学者想的。但是民族主义其实伊毋是，伊是一个人民实践伊的迄个政治的过程中自然产生的一个物件，伊毋是一个学者家己乌白乱想的物件。所以伊现在会到今仔日到咱这个时代，咱这个咩讲，这个世界到即马这个时代。即个物件佫无法度无去的原因，就是讲，伊可能是一个人类的一个足自然的感情的迄个发展啦，应该是安尼讲。这是我对民族主义的理解啦。但是我即摆想袂起来，讲我是安怎慢慢会去思考即个物件，因为，就是讲我伫做学生的时代，我读迄个啥三民主义的时阵。其实我迄个时嘛无特别想，我就是安尼个读入去啦。当然我
我毋知影其他人敢安尼啦，是我伫咧高中进前，伫我国中以前拢是大中国主义啊。就是讲，其实我本来是另外一种民族主义。啊，我当我迄个反变的过程中，就为中国民族主义变做台湾民族主义，就是做自然来变过来。所以会使讲，为头到尾拢是民族主义者，只是讲，我迄个时无特别去思考即个物件的即个咩讲伊的道理啊是啥。啊，后来就是经过读过足侪读一寡世界历史嘛吼，慢慢理解讲足侪国家建国的历史以后，才发现讲，其实民族主义是大部分，尤其是欧洲啦，吼，因为其他的国家无，其他的所在无一定啊，非洲就无一定啊，非洲有可能有一寡所在伊毋是民族主义造成的独立。欧洲的国家也是亚洲的国家，大部分亚洲嘛毋是全部啦吼，就是欧洲是全部，但是亚洲可能一部分，啊非洲可能是无讲足侪的国家是因为民族主义去建国的。啊，其中的差别就是讲，欧洲因是即个民族主义即个起源上早的一个所在。啊，我先用我先把这个 PowerPoint 提出来啦吼，这个是进前顶届讲的时阵，杨光遐问一个问题啊，讲美国敢是一个 nation 啊？因为咱一般台湾人拢会认为讲美国哪有可能是一个 nation？ 因为美国有黑人、白人，还佫有足侪移民嘛吼，哪有可能是一个 nation？ 因为咱对 nation 的观念拢是，就是中原的翻做民族啦。啊，但是我遮有一个例啊，就是你看即张，等下。你看这个，这边我甲用较细，我家己电脑看袂到。后遮，你看这个，这是拜登伊家己写的话啊吼，伊是写 Our Nation 哦，这 Our Nation 就是美国啦，哦，伊是安那安尼写，因为其实伫咧美国人来讲，因是足少会讲家己是一个 state， 因为伊是50州嘛，每一个州拢是一个 state， 所以其实伊是50个 state 啦，所以伊无可能去讲 our state 安尼足奇怪，人会误解，就甲当做是，就是我第二张，伊会甲当做是，一个州啦。所以你才发现讲，比如讲，伊若要讲 state 的时阵，就足强调是主权独立的国家。美国人是安尼，因会安尼讲，是因为惊一般人听到这个名的时阵，伊理解会去歪去了，伊会想讲，state 是阮即个州，也是迄个州，啥物州？啊，但是伊是安那号这个名，是因为美国历史的特别的迄个过程啦，就是因为其实美国因一开始毋是一个国家，这可能较侪人知影。美国建国的时阵，其实毋是建一个国家哦，伊是建13个国家。这13个州其实是13个国家啦，所以因迄个时阵啊，安那？敢听有？听有，拄仔迄个我来甲禁音。就是讲因迄个时阵，因独立的时阵，其实是建13个国家，伊毋是建一个国家。所以因每一个州拢叫 state 嘛，因为是每一个州其实就是一个国啦。啊，慢慢因的过程中，就是因感觉因安尼政治上的操作有一下问题，所以伊才慢慢变做咱即马知影的美国。但是伊一开始其实是13个国家。啊，因迄个时阵就是咧讨论讲，到底这13个国家中间的关系是啥物？是咱是13个国家，还是咱是一个国家，还是咱是联邦，还是咱是邦联？吼，因迄个时阵有，迄个时阵因拢有差这个问题。这美国史会使大家有兴趣会使去接触这个美国史啦吼。美国史因就有这个内底就有这个可能较了解，因为因的过程是安尼。哦，细节我嘛无记啊足清楚，我当知影讲因一开始是安尼。你也去看因的美国的迄个独立宣言内底，你嘛会看会出来。因独立宣言内底嘛有写着讲，伊迄个 United States， 你也去看伊的迄个宣言，敢是小写啦，我会记敢是安尼。哦，这你大家会使去检查看卖，伊就是其实因一开始的时阵，伊是要建13个国家。哦，
到尾啊变做一个国家以后，因就变做有这个问题嘛，所以因美国人因就有时啊，伊就惊去用误会，伊就用 nation。现在也使用 nation，因为 nation 伊其实这个字本来就是有国家的意思。只是咱因为咱去学人即个西方的这个文学，要讲用西方的这个学术的时阵，要找一个拄好的字来翻译，可能有一点困难，因为这个 nation 伊的意思足侪，有时啊是，对我顶下有讲，有时啊伊是国家的意思，有时啊伊是民族的意思，有时啊伊是国民的意思。一定有人讲安尼是毋是伊是其实是三个意思？但是当美国人的使用，也是讲西方人、英基人的使用，其实这个字是三个意思，拢是互斗阵的哦。就是 nation，就是当时有这三个意思啦。所以这个中文要怎翻译？足侪翻译的吼，有啥物民族啊，或者是国族，也是就是像迄个黄昭同主席嘛，伊毋是甲翻做啥？伊甲翻做nation，就是因为这 nation 伊也用日语可能是啊nation啊，可能写做nation的款，伊就甲翻做nation嘛，迄个我迄个文案顶我有写吼，伊就甲翻做nation啊，想就是思想的想，因为伊就是惊讲大家去误解这个意思。但日本其实民族这个字，我的理解是，甲 nation 翻做民族这个字是日本人发明的啦。但是日本人到尾嘛感觉安尼翻译淡薄仔问题，所以因到尾因有两个翻法，一个翻法就是甲写做卡纳写做甲念做nation安尼，nation 也是nation，无就是因会甲翻做国民啊。就是咱一般台湾讲 nationalism， 咱讲民族主义嘛吼。当日本因是甲翻做国民主义啊。其实安尼理解可能较袂毋对，因为伊其实是国民的迄个面上的迄个关系较大。再来就是即个 state 甲 nation 的关系咯。state 基本上就是迄个国家佮加伊迄个政府，主要是有迄个政府的迄个怎讲，迄个结构内底，即个物件才是叫 state， 就是讲，比如讲犹太人因还袂建国之前，因是一个 nation， 但是因即马建立一个叫做以色列国。你也看英语叫做 State of Israel 嘛，伊就是即个 state， 就是伊迄个建立的迄个政治上的迄个国家啦。大家一定会感觉足奇怪，安尼是啥物意思啊？国家是有一个是政治上的国家，一个是啥 ？nation 是啥物国家？是到底是倒一个国家？因为伊国家用英语有三个字嘛吼，一个 state、nation， 即个一个 country。那这三个字其实拢是国家无毋对，但是伊有时啊伊会分，有时啊无分啦。就是讲 state 伊会较是政治的观念，但 nation 伊嘛是伊是较暧昧，就是讲伊嘛是一个文化的观念，伊嘛有可能是一个政治的观念，伊嘛有可能是一个人民的观念，就是讲国民的观念，也是讲，所以这个字，就是你要翻做中文，就一定会去用误解，因为一般的人拢会是为其中一个面向去思考伊啦，其实伊是三个面向拢有啦，所以就讲到这个 state 嘛因为足侪人拢讲台湾要建国，我之前敢有讲过这个问题。就是主要就是才有写，就是讲，你若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的意思是啥？就是你的这个国家顶悬无国家啦。像美国伊虽然50个州拢叫 state 对无？但是美国伊是一个国家尔嘛，所以伊是这个 state 顶悬佫有一个规个 state 的迄个怎讲？你也要叫 state 嘛是会使。就是规个美国是一个 state， 下骹的每一个州嘛是 state。安尼大家一定感觉向头壳回去讲是啥物意思因毋过因咧英语人就是做爱做种代志比如讲英国嘛，英国毋是 United Kingdom 嘛，对无？啥伊啥叫做联合王国？联合王国的原因是因为下骹有过来王国比如讲苏格兰毋是要独立吗？苏格兰独立的原因就是讲苏格兰甲英国
统一进程，伊是另外一个王国。就是伊有一个叫英格兰王国，一个是苏格兰王国。啊，这两个王国联合起来以后变做联合王国，就是咱一般叫英国。啊，其实伊是伊的卡是两个王国啦，应该是三个啦，还有一个爱尔兰王国嘛。哦，啊，爱尔兰王国即马刚搁有伫个咯，因为爱尔兰迄阵半独立啊嘛，吼，伊的南部迄阵独立嘛，安尼是算到底刚搁有即个爱尔兰王国即个。啊，反正英国人嘛无要管这啊，反正就是因的名就是安尼来的。啊，但是因即马伊实际上是一个王国。啊，准讲将来啊是斯卡兰啊，是讲苏格兰因若独立以后，当然就变两个王国啊。伊的所以可能袂使叫联合王国啊，因为苏格兰迄阵独立出去啊嘛吼。到时可能有即个问题啦吼，袂定国家的名嘛要改，搁改啦。哦，因为迄个时候爱尔兰独立的时阵，因就迄阵国家的名改过一届啊。哦，啊因反正英国人、英语人啦，伊讲英语人拢做爱做种代志啊。讲美国嘛是足奇怪，伊叫 United States 啊，安尼毋是足侪国家嘛，毋过实际上是一个 state 哦。哦，我去看第二后壁迄张。啊，所以这到底这个 nation 伊到底是安怎翻才是对的对无？这是咩讲？有一个足歹讲是安怎翻才对啦，爱看你是伫个啥物时阵用这个字啦。当然，咱若做翻译，拢应该会拄着这种问题啦。就是讲有一寡观念，伊是伫，因为伊有几啊种面向，所以你爱看伊个前后文，你才知影讲即个字当即个时阵爱翻做啥物意思。哦，啊，这就是这个 nation 的有即个问题。但是即马就是讲好，啥物叫民族甲国家国民嘛吼？我遮有做一个例啦吼，就是用美国来做一个例嘛吼。我遮就讲着美国是其实是一个国家啦吼。啊，你看伊中啊，遮有一个国家结缘嘛吼，伊这就是伊的意思是讲，因就是过来斗做一个啦，所以因是过来 state 斗做一个 state，因家己的国家结缘就是安尼意思嘛。所以美国是过来 state 斗做一个 state， 哦。啊，我遮有讲一个共款的道理嘛，讲美国虽然有足侪族群啊，也是有足侪种族对无？毋过美国单单有美国人尔。你也是美国人，就是美国人，无搁第二种啊。哦，比如讲，这就足明显的哦。比如讲英国吼，英国大家也有理解，英国因的社会是安尼哦，因国家是真正有分哦，就是因是4个 nation 合起来国家哦。这大家会使去迄落咩讲，会使去查啦吼。就是因的英语叫做 home nation，就是本土民族还是本土国族，伊是为4个 nation 合起来，就是英格兰是英格兰人嘛，啊，过来苏格兰人，啊，过来就是威尔士的人，啊，过来就是爱尔兰人啊，吼，因就是有分做4个 home nations， 所以英国甲美国无共哦，美国是50个 state 变一个 state， 啊，规个美国当有一个 nation 就是 Americans。就是单有一个 nation 尔，但是咧英国足奇怪，英国是伊虽然是一个国家对无，但是伊是有4个 nation 哦。哦，这有点奇怪吼。啊，因为因就是因为安尼，所以现苏格兰独立会使吵起来，就是因为讲，因为迄个为英国伊迄个时阵，苏格兰甲英格兰连统一的时阵，就一直拢分甲足清楚的啦。因一定拢分甲足清楚，就是比如讲，因的法律还是因的教育啊啥，因拢有小可无共款的对啊。就是因的制度有点仔无共款，因虽然表面上是一个国家，但是因的内部内政是分开的啦。就是讲苏格兰的法律是甲英格兰法律是无完全共款的。哦，啊，你若人打喺苏格兰的时，你就是照苏格兰的法律。因是即个情形啊，啊，但是美国无嘛，啊，美国嘛是有啦，美国每一个 state 法律拢无共。但是，美国人的观念就是美国当有一个 nation 尔，就是美国人，无像英国，这可能愈讲会愈复杂，反正就是英国是这个情形。啊，谁仔会叫做美国人？谁仔当有一种美国人呢？这简单的观念就是讲，这
咩讲，就是其实足侪人拢会讲民族主义无好嘛吼，伊感觉即个时代迄是落伍的思想啊是安怎？但是伊一个问题就是讲，以台湾做例啦吼，以台湾做例，台湾的问题就是讲，咱若准讲无去讨论即个民族问题、主义的问题的时阵呢，台湾人会变啥物人呢？就是一个华人国家啦。因为学校迄教就是，比如讲国语啥物语，国语就是华语嘛。啊，你讲华语啊，你是华人。啊，所以台湾其实是目前是一个华人国家。啊，你讲台湾有可能人讲毋是啊，迄是中华民国，嘛会使啦。你若要讲中华民国是华人的国家嘛会使。反正即马即个情形就是安尼，就是现在讨论即个问题，是因为足侪台湾人无即个概念。啊，比如讲足侪学者因会感觉讲，就是因会感觉讲啊，即马就安尼就好啊，咱哪有需要讲民族的问题啊？但是问题是台湾的问题就是讲。你的教育体制一直咧制造中华民国国民嘛？对，即个 nation 伊的观念是问题是，伊是一个国民的观念。国民是意思是啥？就是讲，较早的时代吼，你也比如讲清朝也是，啥物奥特曼也是因遐的迄个啥物帝国嘛吼。较早遐帝国伊拢有一个现象，就是讲，其实王甲皇帝也是讲，甲一般的百姓其实百姓是无啥物关联的，你知无？就是讲。其实你要讲啥物话，你要想啥物代志，其实国王也是皇帝，其实根本就无管你啊。你只要好好甲我缴税，啊，我叫你去战，我叫你出去战争，你就好好去做兵，吼，安尼就好啊。啊，其他你要创啥物，你要读啥物，你要创啥物，你要做啥物宗教，你是啥物教，你是啥物啥，拢无要紧，对来讲，迄拢无重要。反正你重点就是，我要叫你去创啥时，你就来就对啊。哦，我叫你缴钱，你就缴钱；啊，我叫你去战争，你就去战争，安尼尔。因较早帝国的时代是安尼，所以因迄个较早的迄个社会内底，因其实是无咩讲，就是无即个民族国家的即个概念嘛。因其实无因可能一个帝国内底有过来 nation， 但是。咱啊，即马现代国家一个国家内底有过来 nation 的问题足大诶。哦啊，但是因为主要咱阁有一个民主的即个制度问题嘛吼。啊，但是比如讲，因若伫迄种专制迄个社会内底，其实哦，中国迄是掠外啦，因为这是现代专制甲古代时代专制无共款。现代专制是要甲你食死胃头控制到尾。啊，但是当较早迄个时代，因为较早个国家要去统治的迄个意识足弱的啦。因为因迄个时阵国家嘛无遐侪钱啊，去成立遐济学校，所以其实国民就是咩讲，当你家己默受就对啊，其实无要管遐济啦。所以因迄个时阵嘛无啥物福利制度，因为对来讲，你就是。百姓就是安尼尔嘛，百姓就是缴钱我过爽的生活安尼尔，伊袂去管讲你过百姓真正的生活是安怎，所以因其实嘛无足关心恁的思想，除非你要甲你要演啦，伊才会去注意着，啊无其实因是无足关心这种代志的。啊，但是现代尤其是民主国家，佮特别有这个，甲这个物件特别有关系，就是讲。你爱大家有一个共识，就是讲咱是同一国啊，咱这个国家，咱的目标是啥？比如讲，中华民国的目标是啥？反攻大陆嘛，哦，也是讲甲中国统一，哦，这是中华民国的目标嘛。啊，台湾的目标是啥？就是成做一个台湾国嘛，哦，这就是一个 nation 的意思啊。对 nation 有一个目标嘛，就这个国家的目的是啥？啊，但是咧，但咱现在这个。最近毋是这几工个一个老师，迄个北一路的老师咧查迄个问题嘛？因就是现在因的观念直拗袂过来，因为伊感觉讲啊中华民国也无改啊，啊所以中华民国的国家目标也未改啊。这嘛是啥有较侪纳色的人嘛？因为因感觉讲啊，中华民国这个 nation 就是中华民族啊，当然是爱甲中国合嘛。啊。你也要台独，你就去建一个台湾国嘛？因定咧呛讲啊，无恁宣布独立啊？哦，啊，因啥会来呛的原因就是讲，因为当伊的认知来讲，内底即个国家的即个 nation 并无变动啊，就是即马嘛是中华民国啊。啊，
而且佫愈恐怖，就是讲，足侪人伊虽然以前有独立意识啊，但是伊所有的伊的思想其实拢是中华民国教育落出来，所以伊的思想可能是感觉讲，比如讲孔子是倒一国的人，伊可能无注意着讲出啊，孔子就是咱的孔子啊，吼，可能安尼讲嘛，也是讲迄个。对中国历史有时会讲到咱即国的历史嘛，吼，有时会控制自然就安尼讲啊，因为较教育就是安尼教啊。虽然讲老师可能即马教育部小可改，但是安怎改？伊也要讲到中华民国的时阵，即段要安怎讲？课本内底中华民国甲即马即个中华民国敢有关系？一定拢会感觉是有关系嘛，对无？啊，伊自然伊就感觉讲。啊，对啊，咱即个中华民国就是伫咧中国成立啊，这个早来台湾的，可能就是种认知啦。啊，所以即个 nation 本身就歪去啊。啊，咱若准讲大家为着讲啊，社会和谐，莫去处理即个问题的时阵，即个观念就继续伫咧落啊。啊，虽然有人讲啊，有啥物天然毒啊，啥有诶无诶？天然毒，伊只是感觉讲台湾即摆是一个国家尔。天然台啦，应该讲天然台，因诶观念最简单来讲。台湾即马就是一个国家尔，哦，这是唯一的共识。但是这个国家的内容是啥物？袂要紧啊，大家拢感觉袂要紧，就是继续讲华语嘛，袂要紧，中华民国嘛，所以叫中华民国台湾嘛，对吧？啊，像美国人因的 nation 的意思就是，你去学校，你去上课的时阵，就甲你教讲咱美国是安怎建国的啊，哦，啊，咱这个国家，咱的历史，咱的文化。咱的文学、咱的音乐，啥物有诶无诶？哦，这就是伊的学校诶教育诶时阵，自然就学着这嘛。啊，虽然讲美国伊无甲英语当做是美国诶官方语言啦，法律上无啦。啊，实际上伫学校教册时阵用啥物教？用英语教，自然美国人就感觉英语就是美国人诶语言嘛。就甲即马共款嘛，即马虽然。即马咱有真正有安尼写啊，讲叫做国语哦，美国人佫无讲叫做国语，哦，啊，大家感觉啊，中华民国国语啊，就是华语啊，华语就是国语，毋是咱即国诶话嘛，这有啥物毋对？就有种问题啊，所以即个像咱即摆去讨论即个内容原因，就是足侪人伊诶观念歪去，你要甲讲诶时阵，你甲伊讲袂顺车，原因就是因为伊一直感觉。啊，咱毋是中华民国啊！啊，你甲讲中华民国是外来的啊，外来啊，毋过即摆即个国家敢毋是中华民国，就有即个混乱的问题啦。啊，所以在要做台独即件代志的时阵，应该就是爱做强调即个物件，啊，无你也准讲像我知影有一寡独派吼，足奇怪的独派，因为感觉讲啊，像我著莫讲伊的名啊吼，伊就讲啊。华语的即马社会拢重视的是华语，大家拢会晓讲啊嘛。啊，着华语着直接做继续落去啊，哪有要紧？啊，美国嘛讲英语啊，英国嘛讲英语，敢袂要紧？就变即个问题。但是伊即个观念就是，伊得甲迄个中华民国认同是拔斗阵的，这是上恐怖的所在。啊，而且是一个无意识的，伊即个无意识的中间，就一直甲即个名拖落去啊。哦，啊，所以我遮就是讲，即个台湾建国的意思就是，其实为政治来讲，其实台湾顶悬无另外一个国家的控制力嘛，所以台湾实际上确实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毋是台湾是毋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问题是台湾的 nation 出问题啊，因为一般的人拢认为，即马即个台湾其实是中华民国，但是大家拢知影这是假嘛，因为真正。啊，要讲正港的中华民国，就是一定爱是中国才叫中华民国啊。台湾哪有可能是中华？遮尔细一个岛，哪有可能叫做中华民国？这根本是骗家己的啊！中华民国的意思就是规个中国，毋知会使叫中华民国，啊，一个岛名叫做中华民国，对吧？但是这个问题就是，所以我才有讲嘛吼，这个天然大甲天然独的问题，就是因为定伊国民党的人，因会讲伊嘛有台湾意识啦吼。啊，其实即个物件是我今仔即个题目嘛吼，就是日本时代嘛有台湾意识啊，但是日本时代迄个时阵台湾意识是啥？比如讲迄个蒋渭水嘛吼，伊的台湾伊嘛有台湾意识，但是伊无台湾岛意识哦。啊，伊的台湾意识是啥？伊的台湾意识是台湾是汉人，
是中华民族，哦，是只不过即摆互日本人管，因的观念就是安尼。因迄个时是安尼，迄个时因咧讲台湾人的时是，照咱即摆的讲法较真，要讲较正确的讲法，就是讲伊的观念应该是台湾汉族安尼啦，应该是安尼。因迄个时的台湾人的意识应该是安尼。所以即个因的观念啊，照咱即摆用法，就是有像一寡人伊会讲，即摆可能较少人，毋过嘛是有人安尼讲，伊讲伊是中国人，嘛是台湾人，即种讲法啦。就是伫个日本时代，台湾意识就是即种台湾意识。你敢会甲讲伊无台湾意识？有啊，但是伊的台湾意识是伊感觉，准讲中国人来统治台湾嘛是 OK 啊，诶，即种台湾意识啊。但是你也甲讲，台湾人是毋是台湾人？伊嘛讲对啊，我是台湾人。但是这个意识伊慢慢啊，伊有一慢慢啊改变嘛因为到战后的时阵，就是发生228以后，一寡人伊就感觉讲，咱是安无代志，变做中国人，对，开始感觉讲中国人甲台湾人是无共的，所以迄个时阵就开始有慢慢有这个台独意识啦其实这个台独意识就是台湾民族意识啊，只是大家袂爱讲这个字尔，感觉这个字足恐怖的无？讲着民族就足恐怖的。就是讲台湾民族意识的意思是啥？台湾民族意思是讲台湾人毋是中国人，台湾人嘛毋是日本人，台湾人毋是美国人，台湾人就是台湾人。即种意识就是台湾民族意识，就是台湾规个台湾全体的台湾人要成做一个国家的即个意识，就是全部的台湾人要成立要认为家己是一个 nation 的即个观念。但是我想要讲，我这几工愈想愈感觉足困难的原因，就是咩讲？这个 nation 伊一个足复杂的原因，就是因为有可能因有思考到这个问题嘛，就是讲，比如讲一个上简单的例好啊，我以前捌看过一个影片，我看一个转规个硬去啊，伊就是一个台湾人走去福建佚佗嘛，因遐可能伊迄个朋友可能是中国的下汶人啦，我毋知是毋是啊。伊就讲咱是同一族的我居然我迄个看到时，我就规个硬去啊！我是感觉这可能歪去啊，但是现在安尼讲，咱讲共款的话，毋是同族的，可能有人安尼想嘛。但是其实意思毋是民族的意思毋是安尼啦，就是就算讲共款的话，无一定是同一族嘛。就算即马，比如讲台湾做侪讲华语的人，伊嘛感觉伊是台湾人，伊毋是中国人啊，对无？所以这就一个就是一个足混乱的所在，是讲。你既然讲英语，讲什么话语拢无要紧，先你会感觉即个台湾人一定得爱甲即个台语推杀起来，甲华语慢慢甲放弃。即个想法到底是什么道理啊？伊讲无啥美国人嘛讲英语，啥美国人就会使做美国人，啥咱台湾人一定爱讲台语才会使叫做台湾人，啥台湾人袂使讲华语嘛会使做台湾人，就这个问题啊，但是上大问题就是讲，我毋知我顶下有讲到无啦，就是美国人甲英国人也是，咱有一个叫做五眼联盟就是 Five Eyes 对嘛因有一个观念就是讲，因这5个讲英语的国家，因的祖先拢有关系嘛。虽然讲无完全啦，因为足侪移民的，但是因的源头是共款的啦所以因就感觉讲因较亲啦，其实有一个较亲的观念啦。这可能就是高宽敏因咧讲的是兄弟之邦对无？伊可能是为这个所在去出发的啦。确实嘛是啊。准讲今日中国对台湾人好，无定台湾人就感觉安尼嘛是会使的。就是甲美国人迄个时阵甲英国人拍甲要死嘛，但是上尾嘛是感觉兄弟嘛。有这个观念，虽然讲无共个nation，但是伊嘛是有一个兄弟的观念就对啊啦。就是讲台湾继续讲华语做华人国家的问题，就是台湾足自然地产生一种甲中国是兄弟的关联啦。这是现在嘛是个这个问题未来我毋知未来安怎啦现在嘛是有这个问题，将来无定佫继续有这个问题啦就是，但是问题是其实中国人对台湾做歹嘛所以
台湾人感觉爱做到遮尔即种咩讲，到需要去甲代志用啊遮尔复杂啊。我是意思是安尼啦。所以当然无共的民族会使讲共款的语言，这是事实无毋对。但是无关的民族，伊谁会叫做无共民族，是因为伊有一个历史的过程，就是讲谁台湾人甲福建人毋是共一族，毋是因为咩讲，可能血统拢有关系嘛，血嘛有关系，是谁毋是共一个民族，原因就是讲咱经历的这个历史是无共的。这一个足大的重点就是讲，台湾人会变做台湾人，是因为台湾人共同的历史的这个过程，所以才会变做台湾人，甲这个血统是无关系。啊，台语是爱变台语嘛，是因为这个历史的过程自然变做台语，毋是讲咱即马硬去甲变出来。但是慢慢啊，台湾人无定将来会感觉讲华语嘛是会使建国啊，哦，但是。这有一个问题，是讲当这种建国的时阵，伊就会产生一寡混乱的所在啦。我只有举4个例啦吼，就是我感觉这个模型是对咱的理解更较好理解，就是欧洲这4个国家因的关系啦吼。啊，这奥斯瑞因的奥斯瑞甲德国有无？奥斯瑞甲德国因拢是讲德国话嘛吼。我这有写吼。因上早迄个时阵，因咧讨论德国要迄个时阵德国还未统一，真正有一个即奥斯瑞甲即 Prussia 吼，有即个讨论讲到底是谁要来统一德国啦？啊，因就叫做一个叫做大德国方案，一个叫做小德国方案。大德国方案就是奥斯瑞迄个时阵较强，啊是奥斯瑞的土地较大，啊因若就讲迄个时阵是奥斯瑞来统一全个规个德国哦。即马即个德国的可能就去包括迄个捷克还是迄个啥，至少有包括捷克啦，就是伊就是比即马的德国搁大足济啊吼。啊，但是迄个时阵是即个 Prussia 统一德国嘛，即个小德国方案啦吼。小德国方案就是奥斯瑞就甲面无关系啊，无地带，恁家己一国，阮家己一国安尼。但是嘛是兄弟之邦哦。所以才有一次大战嘛，一次大战是安怎发生的？一次大战就是奥斯瑞的迄个王子去用，迄个太子去用庆杀的时阵，哦，啊，德国就讲我甲你挺有无？所以全因两个拢加入嘛，变做奥斯瑞甲迄个德国拢要甲迄个啥塞尔维亚、塞维亚吼，要甲伊相战，啊，结果全迄个罗西亚就讲，你若敢拍迄个塞维亚，我就甲恁相战啦，吼，啊才变世界大战啦。啊，所以世界大战的原因就是，即奥斯瑞甲即个德国的兄弟之班的关系哦。哦，这是头一个迄个问题。啊，所以到尾啊，现在啊，到尾迄个时阵，一场大战以后，奥斯瑞规个崩盘，伊就变做几来国家嘛吼。啊，变几来国家的时阵，伊迄个时阵有一个问题，就是讲，因为伊是根本伊会刷足济，伊是无啥物当地啊，所以其实因做侪物件，因拢是爱为装卡，但是伊的装卡拢独立出去啊。比如捷克就是伊的装卡嘛，拢独立出去，啊伊无物件通食啊。啊伊讲安尼，我安尼遮尔细国家是要活落去，啊所以因就想讲，啊无咱本来就是甲迄个德国人讲共一族的啊，无咱加入德国好啊。啊，对，迄个时阵协约国就是因就无支持啦吼，因为伊感觉足恐怖的，本来就是恁。一次大战就是恁变出来，啊！恁若个夹起来，变一个足大的德国，啊，毋是叫要战一届，所以伊就甲主动，哦，啊，即个奥斯瑞其实嘛是因家己的方言啦吼，咱台湾人可能较无了解，啊，但是因日常可能是德国话讲较济啦，即个情形就是我感觉奥斯瑞甲德国的情形，甲即马台湾人甲中国的情形较像，大概是即个情形，吼。啊，第二个瑞士甲德国啦吼，瑞士因有四个部分嘛吼，一个讲德国话，一个讲法国话啦吼，啊，佮一个讲意大利的话，啊，佮有一个叫一种话叫 Romish，迄个话咱较无了解，啊，反正就是伊有4种话，啊，但是讲德国话人较济，头有6成以上啦吼，啊，所以因其实德国人甲瑞士因的人是足通的啦。因其实
因为佮伫隔壁尔嘛，所以其实因日常其实是交流足济啦，哦。搁一个趣味诶代志啊，因咧欧洲因即摆欧盟诶关系嘛吼，毋过即个瑞士足奇怪，伊嘛无加入欧盟哦，但是足好耍诶是，大家知影伊诶内话嘛吼，所以嘛，因隔壁是迄个法国嘛吼，啊因为因嘛是讲法国话嘛吼，啊所以其实即个法国人吼，有诶人因会去瑞士上班哦，因逐工拢坐车经过迄个边界啊，走去另外一个国家上班，伊是安尼。欧洲因即摆是足侪拢即个情形啊，啊，所以因其实因的自然其实语言真正甲人民的即个感情是有关联的，就是讲虽有4个语言嘛吼，其实是因互相，比如讲德国话甲讲法国话的人，其实因互相是关系无遐尼密切哦。颠倒是瑞士讲德语的人，因会甲德国人关系较亲哦，因为咧住喺隔壁尔，所以有可能做生意啊啥，因拢会斗阵吼。啊，法国人因会走去瑞士上班，就是讲法国话的瑞士嘛，所以因其实是即种情形啊。啊，所以有一寡人会感觉讲，哎，瑞士足好诶啊，有4种语言，毋是咱若学起来毋是袂歹吗？但是咱要了解讲，因诶实际上诶运作是安怎？因为瑞士伊其实是二十几个国家斗做一国啦，因甲美国一啊像啦。就是讲，伊每一个州其实拢是独立性足悬诶，因拢家己迄个咩讲运作诶迄个制度啊，所以因诶情形是较美国较像。虽然伊足细，但是伊实际上是安尼。啊，过来就伊山足济，所以其实伊每一个所在伊颠倒瑞士甲瑞士通无遐尼简单，因为伊中央拢有山嘛。哦，啊，但是伊也要去法国，也要德国，伊是等于落山啊，颠倒对伊来讲无遐尼远，无遐尼困难啦。哦，啊，但是瑞士因有一种瑞士的德国话啦吼，甲一般即标准的德国话是无共款的啊吼。啊，因日常其实因拢是讲瑞士的德国话啊。因即个情形有一下像香港甲中国的关系，但是讲诶嘛袂使来讲啦，应该是要讲较形象甲因的关系，可能无啦，我想袂出来。就是因的实际上因写的时阵是写标准的德国话，但是因平常日常咧讲话是讲瑞士德国话。啊，总讲台湾是甲瑞士共款的情形，就是讲台湾人咧写文章的时阵是写华语文嘛，有可能是安尼。但是讲话的时阵是拢讲台语哦。安尼有较像，安尼才有像瑞士因即摆甲德国的关系，因的情形是安尼。哦，啊，这就是第二种情形。台湾即摆毋即个情形嘛。我想有一寡人可能希望到即种程度啦。但是头前迄个程度，咱台湾即摆应该是较像奥水啦吼。啊，第三种就是荷兰甲德国的关系啦吼。荷兰其实因伫个历史上其实算德国一种德国啦。哦，大家也有理解，就是比如讲，荷兰毋叫 Dutch 吗？啊，Dutch 迄个字其实就是倒去啦，其实就是德国人的意思，只是用另外一个发音去念的啦吼。啊，所以其实当较早的时阵，其实英国人也感觉荷兰人根本就是一种德国人嘛，所以叫伊 Dutch 啊。但是荷兰语嘛是一种，因叫做地德国话嘛吼，地德国话是甲迄个标准的德国话佫差愈远啊，就愈听无啊吼。德国人伊是一般会听无。啊，但是德国有一半就是较北边的所在，因是拢讲即种地德国话，所以因若要学荷兰语应该足简单，应该足紧的啦吼。啊，但是德国人即摆毋敢，因若较早可能100年前，因可能会讲荷兰人嘛是种德国人。啊，但是经过2次大战以后，哦，德国人即摆毋敢讲荷兰人是种德国人啊。哦，去袂去互荷兰人甲争啦。哦，因为荷兰人两届大战拢去互德国人占嘛，占领啊！我记毋着，我毋知有记毋着无啊。就是荷兰人对德国人足袂爽诶。哦，所以因无认为家己是德国人，虽然因诶血统是足近诶啦。啊，所以荷兰人因日常就当使用荷兰语尔，因无咧用德语啦吼。这我是感觉应该是未来较理想的台湾的甲中国的关系啦吼。但是我毋知我看会着无，我想我即世人应该看袂着啦。哦，但是
无定将来台湾人也想开，可能会安尼行。啊，这第四个就是英国甲德国啦吼。1500年前的英语其实就是一种德国话啦，哦。啊，但是即摆无人会讲英国是德国嘛吼。啊，过来就是英国就是咱即摆上早知影的现代民族国家啦，哦。啊，因为因先有即个现代民族国家，就是讲较早英国是甲法国是白斗阵的，英国国王是法国人来做英国国王嘛。啊，所以其实法国甲英国有关系。啊，所以才发生迄个800年战争无？800年战争就是因为迄个时英国国王要去抢迄个法国王的国王的迄个王位啊。哦，啊，所以两个国家才战起来。啊，伊愈战的时阵，法国人就愈来愈袂爽啊，就是感觉讲因一开始是感觉这是一个内战，就是讲英国甲法国是同一个国家的内底的战争，因一开始可能是安尼认知的啦，因为迄个英国国王其实是法国人啊，伊嘛有伫法国嘛有伊的迄个咩讲伊的土地啦吼，啊伊嘛是那叫诸侯啦，就是伊嘛是法国王的一个其中一个下骹的一个迄个诸侯就对啊。啊，所以因会感觉讲，因根本是共一国，因是一个内战嘛。但是战到尾啊，愈战就愈袂爽啊吼，战到尾啊，因就感觉讲，英国人是英国人，法国人是法国人，哦。所以伊个时阵开始，英国甲法国分作清楚啊，就变做英国开始变做是上早的现代民族国家。伫迄个8年战争以后，本来英国的政府是用法语做官方语言嘛。啊，因着废除啊，因着开始用英语啊，哦，是迄个时阵才开始用英语的，啊，无因进前因的政府是用法语的啦，吼。啊，因为英国是足早发展的，啊，而且因到尾也变做大英帝国嘛，吼，所以其实德国人足侪人做欣赏英国的啦，足侪哈英族的啦，吼，这就是英国甲德国的关系啦，吼。啊，我想台湾咧本来嘛爱应该是要经过1500年，我毋知。可能至少嘛要1000年啊，应该这就免想啊吼。我想大家妄想啊。啊，我这后壁这个讲两个，我这有两个例两个，这个头一个例是，我进前我咧看一本册，我感觉大家嘛会使后用嘛会使摕来看，叫做《民族中建》啦吼。这是台湾最近出的一本册，伊嘛有英语版的啦吼，伊是英语翻过来。啊，伊主要咧讨论的是。罗西亚附近有4个国家，因的独立的迄个过程，哦，这4个国家就即个贝罗国嘛，吼，贝罗国啊，个贝罗国个一个迄个立陶宛嘛，吼，啊，个来一个波兰嘛，吼，啊，个一个乌克兰嘛，吼，伊有讲这4个国家因独立，其实这4个国家本来是一个国家啦，因伫个中世纪的时阵因是一个国家，啊，到尾啊波兰去俄罗斯啊，甲迄个 Austria 因甲迄个啥Prussia 因甲切到尾啊，因迄个国家全变无去啊嘛吼。啊，到尾啊，因就慢慢啊，因为因有4种等于有4种语言啦，所以因就变做4个民族啊。本来因是一个国家哦，但是因灭国以后，伊全变做4个民族。4个民族以后，因4个民族拢要建国啊，所以就变做咱即马知影的4个国家啦吼。啊，因这内底过程足复杂的，内底嘛有一寡咱让一寡人看着听着咧，感觉足恐怖的，就是讲伊嘛有种族灭绝的迄个运动，迄个过程哦，伊嘛捌做过这种代志哦。哦，啊，这个贝洛国是内底一个较趣味的，因为贝洛国有一个足大的问题就是，贝洛国因到底是因的认同是啥物？因为贝洛国因虽然是即摆是一个国家，但是伊甲罗西亚因有签一个叫做贝洛甲罗西亚的一个协定就对啊啦。因是等于一个小的欧盟啊，小欧盟就是贝洛甲罗西亚因有一个小欧盟，因家己的小欧盟哦。所以因其实你也要讲因两个是政治上因是可能有一种将来可能会统一的这种方向啊。哦，因是这个情形啊吼。啊，是啊，贝洛国有这个问题就是，伊这内底有解说嘛吼。伊这个卢卡申科啦吼，伊是因独立以后的一个总统啦吼，即马加嘛都是总统的款，因为做足久的啦吼，就是等于贝洛国的蒋介石就对啊。
伊迄个时阵伊拄就大的时阵，只要写合80%是用白罗斯语嘛吼，3年后剩7%尔。啊，是90年代哦，迄个时阵90年代，上尾啊，剩一间学校咧用白罗语啦吼。啊，遮写洛语，就是罗西亚语伫白罗是足普遍的吼。所以伊嘛是官方语言哦，所以伊白罗国有2个官方语言，一个是罗西亚语，一个白罗语吼。啊，毋过白罗人伊基本上伊是认为家己是毋是罗西亚的人啦吼。伊才有讲嘛吼，78%白罗国的人78%认为家己是白罗人，13%认为家己是罗西亚的人，哦，4%认为家己是波兰人嘛吼。到1999年的时阵，迄是1989年哦，1999年变81%嘛，佮加一点点啊。哦，啊，罗西亚佮变佮减哦。因虽然无咧讲，虽然其实因日常讲罗西亚语足济哦，因白罗语顶底愈讲愈少哦。但是因嘛是认为，这真有影像台湾啊吼。因若是认为讲家己是罗西亚人哦，毋是白罗人哦。那因是白罗人，毋是罗西亚人哦。哦。啊，但是咧，因为啥原因？这是迄本民族中间迄个作者伊写伊的意思是讲，因为白罗人甲台湾人共款，伊认为讲，因无接受一个民族一个语言这种观念，伊感觉是落伍的观念啊吼。但是伊产生啥物问题？产生问题就是因甲罗西亚是兄弟之国啊。即届罗西亚去拍迄个乌克兰的时阵，因是去借迄个白罗国的迄个土地为因迄个所在，为因迄个国土进军迄个基辅嘛吼，因为基辅离白罗国较近啊。啊，白罗国嘛无人抗议嘛，毋是安尼咧做无？这就是台湾人的迄个问题伫遮啊，就是讲台湾其实即摆较像白罗国啦，哦。但是你看遮哦，其实台湾比白罗国较凄惨哦。这是最近的调查嘛吼，11月27号的调查，认为家己是台湾人才40，本来佫有40%哦，即摆剩30%哦。啊，你看人白罗国是偌济？白罗国是81%哦，迄个是12年前无定，即摆佫愈悬。白罗国认为家己是白罗人81%，但是伊甲罗西亚合作。台湾人才30%认为家己是台湾人，安尼台湾人敢袂甲中国合作？这是一个问题啊，吼，因为有一个兄弟之邦的观念嘛吼。啊，这个我特别另外加的就是，迄天我去想到就是，这以色列的故事嘛吼，就是因其实咱即摆知影以色列因的官方语言是希伯来文嘛吼，但是其实因是西安主义啊，启用语言的创始者吼，这名毋知影念赫彻嘛吼，应该是赫彻，伊是一个应该是奥地利的记者，是德国的记者，我记袂出来起来。反正伊就是一个德国国家的德国语国家的记者，所以其实还讲德国话尔。所以伊迄个时阵，伊头一本写以色列这个国家要安怎建国的时阵，伊是这个犹太国这本册内底，伊想的是官方语言是德国话哦，因为伊感觉犹太人讲德国话的人上济嘛，所以伊思想的伊想的犹太国其实是讲德国话啊。啊，是啊，到尾也变做即摆即个情形。哦，这中间有一个足复杂的故事啦吼。但是不管安怎讲，上尾以色列因国家就是用希伯来文，伊嘛无去讲德国话啊。哦，我毋知台湾人敢会行到即步啦吼，可能有一下困难，因为台湾人对这种物件足反感的嘛吼。啊，结论就是，即个吴晓彤主席发明即个词嘛，因为伊感觉 nationalism 啊叫写这民族主义，足侪人会想毋着呀，所以就帮伊写号即个名啦。伊号即名是希望大家莫为迄个方向去联想咧，讲想着民族就是安怎，就是。但是我的观念是甲伊无完全共款，因为伊是我看我去听伊本册，其实伊是认为伊嘛无伊本册完全无讨论到语言的问题啦，哦。
就是当大都较早有讨论的语言的问题，就是进前迄个王友德嘛吼，王友德伊就较有讨论即个问题。我感觉伊即个思考是有可能有人感觉迄落伍，但是其实是较符合现实啦吼。像即个，因为台湾人即摆拢会感觉即个问题足恐怖，毋敢讲啊吼，所以伊会变做是伊的问题会变做是。上尾也可能会选择即中国的兄弟之邦啦，就是各方面的结论嘛吼。因为伊照台湾人即摆现状，伊安尼讲嘛无啥物奇怪，因为台湾人即摆的选择就是咧行即个方向啊。虽然讲一寡人可能无感觉啦吼，可能也作毒迄种人感觉哪有迄个代志。毋过啊，以规个普遍的台湾社会来讲，其实一般人其实是安尼想的哦。哦，因为伊逐个拢是中华民国国民嘛，就是中华民族嘛。所以其实即种人真济哦，无啥即摆选举遮困难，就是其实台湾内底佫有足济人是认为伊是中华民国国民嘛。哦，不管你要安怎甲解释啦，你要讲中华民族、中华民国国民，还是中华啥物，其实就是迄个观念啦。这就是我定仔讲，其实即摆有需要去讲这个原因啦。哦啊，其实较早走台独的，记得咩？较早迄个。咩讲？迄个实践即个台独的即个一寡老先甲，其实伊嘛拢有想过即个问题啊。啊，伊迄个时嘛拢讲过即啊，你得先这连厝拢出来有无？啊，毋过敢对个社会其实敢无啥影响着啊，因为逐个敢无咧看即个看物件，所以伊这册敢出咧。即摆要去买，可能有一下困难啦。我至少一册店我是无看着啦。哦，我毋知网络敢买会着。哦，我是无去查，但是我迄工是我去图书馆查啊，因为我伫所册店拢看无啊。哦，就是讲，其实足侪我感觉是足侪问题，真正也就想过啊。毋是讲，我即摆其实是只是讲接较早的人的物件，佮继续讲尔，毋是讲就是啥物新的发明啊。啊，但是即摆嘛是问题足大的嘛，因为台湾人感觉这毋是问题啊，这就是我先来讲两解的原因啦。哦，大概是安尼，今仔讲到遮。哦，大概会使开始问问题啊，多谢。多谢夏都岛吼，啊，咱内底毋知有啥物款问题要含即个夏都岛来讨论吼，还是来发表意见拢好吼。啊，若有啥举手吼，啊，若我先来起一个头啦，好无吼？我来小即张图，我感觉即张图足水诶。即张是即个黄桥洞纪念公园吼，即里都是台翕诶。我是为网络掠，哈哈哈，这应该是，这敢是台南嘛？我毋知有记毋对无？这敢是台南？诶，这个公园应该是伫台南。是，啊，你现在才会经即张用即张图来做今仔日即个演讲诶代表。就是因为其实我在想这个问题进前，其实我的观念是应该甲吴用着较像啦，但是就是因为我顶摆已经用过迄张相片啊嘛，啊，我是感觉至少伊有发明，伊有意识到讲民族主义这个问题是台湾人足惊的，所以伊甲号即个名，我感觉即个观念嘛袂歹，就是我是因为即个原因甲即届选即张图，因为我是感觉。台湾人啊，感觉民族主义这个字足恐怖的，会使甲念做哪像是吧？哪像哪什物文啦吼，我真记袂起来，哪像哪历史文啦吼，就是会使甲安尼念嘛，安尼应该就较袂去联想着讲民族就是啥物的意思啦。好，我刚才咱个问一下吼，最近你敢有看到一个毋知基进党发出来诶民调，还是啥物款？伊讲就是我拄仔答迄张嘛，我想要答迄个。伊讲最近吼，嘿，讲自认是台湾人迄个比例吼，即几档来降低。你敢有看到即份对啊，就是我调？拄仔想要迄张相片啊，我都想要迄张诶，啊无你敢有等下补充一下？我是无去研究伊是安怎伊的迄个问法是安怎问的啦吼。但是我感觉袂足奇怪，因为
因为台湾人，我以我家己的接触的迄个经验，我是感觉，就算伊支持台独，伊嘛有可能有个人讲，啊，咱虽然是支持台独，我感觉台湾的建国，但是我感觉咱是汉人，这是应该上普遍的啦。至少袂讲伊毋是汉人的啊，讲伊汉人的，这应该是占台独内底啊，我感觉是占的，像个超过一半的人是安尼想的哦。其他人莫讲哦，我讲打台独的人。啊，过来就是伊可能过来就是伊讲是华人的嘛吼，可能华人的较少啦吼，因为有个人毋知影华人什么意思啊，所以伊会讲我支持台独，但是我是华人，即种人我想嘛占超过应该是有超过一半，只是无讲我是汉人遮尔济，汉人我想可能80%可能有哦，哦，因为足侪人拢感觉迄是一种面，就是迄个那是啥物个观念嘛。啊，伊就讲，咱的出身无可能去迄个好人，也是安怎有无？可能种观念啦。所以足侪人讲我是汉人，吼，也是讲我是华人，安尼，哦，即种人足侪啦。啊，所以当即种基础上，伊去想讲，伊当是台湾人，伊感觉可能伊毋是当是台湾人，因为咧，就是讲伊也当是台湾人，是表示讲。伊是毋是安尼讲的时阵，意思是讲伊毋是汉人，嘛毋是华人，可能伊的规人的全顿者就伫啊，伊毋知影到底我安怎回答才是对的啊？可能有一寡人就有即个会去想啦，伊会去想即个问题，就是讲我讲我是台湾人，即个台湾人的意思是，即个台湾人的意思到底是一个种族的观念呢，还是一个什么观念？是讲一个出世的所在的一个观念呢？啊，你也问讲，一般来讲，我就是台湾人，伊会想我是我出世伫台湾嘛？这应该上侪人安尼想啦。哦，但是有一寡人伊也听到的时阵，伊可能会想讲，即个台湾到底什么意思？是种族啊？种族台湾应该毋是一个种族嘛？我想足侪人拢无认为台湾人是一种种族，啊是一种民族吗？足侪人嘛无认为台湾是一种民族啊！哦。啊，所以有人会发明一个翻译嘛，叫做国族嘛。啊，这可能较侪人接受啦，伊就讲啊，国族啊，就台湾国安尼，即种人可能较侪啦哦。啊，但是我想不管安怎讲，就是因现在讲我家是台湾人的人会遐尼少的原因，是因为我毋知伊问法是安怎，但是伊可能会甲讲，伊可能头前讲你是汉人还是华人还是中华民国人还是啥物，可能安尼问啊。哦，安尼所以。伊感觉拢毋是，伊讲伊是台湾人，安尼伊讲伊也是安尼算，我毋知伊会调查是毋是安尼调查，伊也是安尼调查，我感觉30%算悬，啊伊也毋是安尼调查30%算就有收价啊啦吼，但我感觉伊可能是安尼调查啦，就是讲伊感觉伊毋是汉人，嘛毋是华人，嘛毋是中华民族，嘛毋是中华民国人，中华民国人的台湾人，我家己是台湾人，即种人30%。我感觉是合理的，甚至可算小可悬一点嘛，因为即种人应该无遐尼济才对。哦，我是安尼想啦。我对即件代志的看法是安尼。你敢知伊即个开始讲吼，这是咱几年前开始讲来，因过去拢一直增加嘛吼，认为家己是台湾人的迄个比例一直增加。啊，我看到即个报告，我感觉小可惊一跳安尼，即个趋势我惊一跳。我感觉是调查方式的原因啦。哦，所以你无认为是即个正确的就对啦，吼。无，我感觉是调查方式的原因，就是讲，比如讲咱一般看到迄个报道，敢是正大选举中心，哦，迄个民调中心啦，应该是选举中心嘛，敢是选举研究中心的调查嘛，吼。调查20几年，迄个敢是正大迄个选举中心调查。啊，伊的问题足简单，伊当问三个，就是你是台湾人，还是你是中国人，还是你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伊是安尼问嘛吼，伊是安尼问，我会记，我无记毋着，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的人，即马较少啊，即马可能差不多才可能30%，还是毋知有40%无，可能30几%。啊，是讲我是台湾人，毋是中国人的，可能毋知有50%无啦吼。
就是佮即种就是我是打是中国人的即种可能，敢毋知是4%还是5%啦。所以伊的趋势是一直增加无毋对，但是因为伊的问题问啊足简单的，伊是呾问讲你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佮是中国人嘛？所以一般的台湾人看到即个题目的时阵，伊想到的是这是一个国家认同。所以其实台湾人的国家认同至少应该过半，但是嘛无足济啦，嘛无可能无到7成，可能5成外，就加6成安尼，可能差不多安尼啦。但是我感觉基前伊的调查，伊可能是问，伊可能问作有的，伊可能就是问我拄仔讲的，就是讲你是华人无，还是你是汉人，还是你家己是台湾人？安尼即个时阵，足侪台湾人就丢啊无，伊感觉我着汉人啊，我免仔回答讲我是敢若台湾人，还是讲我着明明华人啊，我是安怎讲我敢若是台湾人？可能有一寡人伊就会丢咧伫遮，伊就写袂出来。我以为是安尼啦，所以在台湾敢若是台湾人，才3成尔嘛，这比迄个正台迄个比例差足济，所以我感觉是安尼啦。但是准讲实际上是安尼，其实就是对台湾来讲嘛是无一定是好诶代志。我拄仔记迄个咧白罗迄个国家有无？因迄阵8成拢认为伊是白罗人啊，但是伊嘛是甲罗西亚兄弟之邦啊，所以台湾人后准讲甲当是台湾人才3成尔，安尼甲中国嘛是兄弟之邦，我是讲会有这种问题啦。嘿，我对这个问题理解是安尼。我佮补问一个问题来，请迄个李医师来发问啦吼。伊迄个资料敢有佮分工年龄层？敢有迄个分年龄层的资料？你拄则有讲着讲，即摆即个少年足侪是叫做啥物款天然毒，还是讲天然呆嘛吼？是毋是讲这无共款的年龄层内面？对即个台湾人的认同会有无共款的情形？即摆是问我嘛，还是问啥？对，嘿，我是讲即个问题补问我无去看，我无去特别看伊个调查，可能爱特别去研究。但是我感觉以我的接触，我感觉台湾，我感觉少年人会讲伊是中国人，这样应该是足少的，应该是足少的。但是伊嘛是有啦，一定嘛是有啦。但是我感觉应该是足少的啦。但是这种天然呆无一定，就是讲无一定是稳定的啦，因为就是台湾现在甲中国割地嘛，这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真正足侪台湾人就是感觉台湾确实个甲中国做有关系啊，你啥要一直讲台湾甲无中国无关系？这就是这问题啊，就是割地割到阵啊，要安怎讲台湾甲中国无关系？所以毋知一直过30年嘛是咧吵这个问题，我选举选30年嘛是安尼啊，这是要安怎处理我嘛毋知啦，因为我感觉台湾人就是足惊。你即摆伊讲台湾民族的时阵，你就感觉你是要，因会感觉讲你讲的物件就是反背事实啦。我感觉足侪人的想法是安尼。台湾明明就是血统，就是中国的血统，谁人要讲台湾民族？什么叫台湾民族啊？我感觉足侪台湾人的迄个头壳伊徛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啦。对，你若甲讲这个时阵，伊会感觉伊也无学过什么。就是讲，反正足侪人会思考向即个方向，这嘛是可能啥台独一直爬袂起哩的其中一个原因啦。伊逐工好个一直咧教中国物件嘛，对无？感觉迄个咱的文化，咱一直要讲台湾甲中国无关的，这是到底是要安怎讲？毋是，就即个问题啊。多谢，无咱请李医师来迄个问问题啦吼。拄则我嘛看到即个美帝说。无先互迄个李医师来讲，来较来话 BDC 好无哈？5早开始，迄个安尼几年来对40几%降到剩30%，这是敢若 TikTok
伊的民调本来开始竞赛的问题，每一个字都已经是去用骗去啊。迄是敢若 TikTok 吼，会记得自古早伫中国，因中学嘛有啥物叫做宣传队吼。以前咱讲听人讲，听蒋介石讲，讲共产党让国民党踢出中国，是因为宣传失败。咱若想起来，咱这10年来，阮共款血统、共款血、共款教育、共款知识、共款个性，这个变化遮济，这是咱宣传去用骗去，咱宣传战吼，真歹赢。你看因的 TikTok 遐尼可怕，咱哪会讲一个讲遮济问题，遮济问题，愈问题愈济，咱愈分化，因为咱本来就少数人。问题愈济愈歹啦，迄问题每一个问题对每个观点开始就无共款，结论也无共款。这讲来讲去，咱若毋讲请教吼，咱讲要台独，咱毋讲对即个反共产、反集权、反干雄吼、反残忍，咱若毋对即个观点来讲去，咱反残忍。咱无爱互安尼随便会使杀人，对即点来讲吼，咱较会赢，感谢呢。这全部问题啊，我即摆会回答嘛，还是佫有其他要讲？呀，无迄个，请你先来回答。我直接回答啦吼，我即摆的想法是安尼，其实即个你拄仔讲的即个想法，就是过去30年做的代志啊。这个是阿辉伯，伊想讲，伊就是安尼宣传的啊。伊讲，伊无讨论过台湾人甲中国人到底有啥物本质的问题嘛？伊无讨论过这个问题。伊的主张就是，咱就是民主的嘛。伊迄个宣传中国就是，比如讲千岛湖事件嘛，讲中国是一个足残忍的政权嘛。这就是过去30年的宣传的迄个方式啊。伊的结果是啥？伊结果就是即马即个情形啊。就是讲，虽然无毋对，其实这30年确实支持台独的人变侪啊，这是事实啊。无民进党根本无可能执政嘛。所以，迄个支持台独的人确实变侪啊。但是伊有一个问题，就是讲，足侪人其实伊感觉，其实伊完全无思考过台湾甲中国的关系应该是生啥物形的。伊是感觉，甚至有人可能感觉讲，迄是因为中国即摆无好，中国好无伊感觉嘛是 OK 啦。就是讲，即个宣传的问题，就是讲，中国对你较好一点的时阵，你就感觉讲，其实甲中国统嘛袂要紧啦。所以台湾就一直伫咧要统，还是要独这个问题，使差30年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有时会表现讲，其实我做正常的啊。即摆习近平就较无共啊，但是向10年前，10年前你也甲一寡人讲，所以是马英九会当选嘛。你也甲10年前甲一寡台湾的人讲，可能伊会感觉讲，我去中国嘛，感觉中国无啥无共啊。中国甲台湾嘛无啥物，你讲啥物会掠人，我嘛无听着啥物掠人啊，对无？迄个时阵谁啊马英九会当选，因为伊感觉中国无安尼恐怖啊，恁遮基督教义派，恁遮台湾，恁遮台独的人真正头壳歹去啊。但是这就是过去30年，包括本来是阿辉伯的迄个主张嘛，包括即马民进党嘛是捡来用啊。这是过去30年的策略就是安尼。这我感觉咱是迄个教育无失败啦，因为你要看一个国家，毋是看5年的代志，因为一个国家是1000年、万年的代志，你对真实方看去。啥物叫做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讲，拢无关系的人，我甲你占来就是中华民国。所以你若看较久咧对真实方看去，咱迄个安尼历史上回变的时，杀死偌济人。即款物件，咱台湾人哪会讲5年就改变，10年就变过？你久啊，互你一个迄个 carrot，佫过是要甲你杀你的头。无咱即摆先即个美帝姐来发言哈。
恁较个转来个讲吼，机会吼。我嘛真赞成李先生讲即个历史的代志。台湾人都是无教台湾的历史啦，所以因即马接受华语做因的语言，其实迄个过程实在是真艰苦嘛。伊按1946年创即个国语推行委员会，就一直甲你拍，然后佫有广电法一直甲你控制，一直到96年，这50年的中间的打压，台湾人完全无教讲即段互压迫的历史嘛。所以语言你家己上解文化的基础的语言，安尼消失去，即马佫感觉讲拢无要紧这是一个真大的insult， 侮辱啦吼。你看香港即马因咧创迄个教育什么安全法因都足抗议啊。民国嘛安尼啊，民国即马伊个教科书即马完全袂使阁用因的民国话民国的人拢爬起来跳。咱台湾人政治上有争取民主啦，但是文化上毋捌看因咱台湾人出来抗争讲武语互消灭的即个代志。所以即个代志就是讲历史爱交代互伊清楚。其实即个上界基本的代志，你若无建立即个意识甲认同李登辉嘛捌讲啊，伊讲香港若是有民主化、解统一无要紧啦，迄是一个真歹的代志迄敢若一个鸦片啊，甲你讲你伊若较好，咱就甲伊斗阵，这基本上都是袂使甲伊斗阵的嘛。所以这个观念若无建立历史若无交代清楚我看台湾人头壳拢袂讲真清楚，甲即马你看以色列伊即马从希伯来做因的国家的语言迄嘛是足千辛万苦呢。因为希伯来是一个古早是伫因的迄个顶头，才有知识迄个宗教的人才咧用的，毋是平常的人咧用的。迄阵伊要用希伯来做建国的时阵，要用希伯来做国语的时阵嘛，足困难的呢。因为迄阵的犹太人已经讲一寡话拢无共款啊。因家己内底住伫巴勒斯坦的人拢讲阿拉伯讲因阿拉伯语啦按欧洲来的人伊嘛是讲几落款的无共款的迄落希伯来所以因来的时阵是足困难的啦。所以嘛是用学校一直教。你若讲即马台湾人真侪人讲咱台语世界都无真迄落流行的语言无应该用台语，用华语就好。这嘛是错误啊！希伯来世界偌济人知影希伯来，嘛是毋知啊。所以台湾人爱有即个 political will 啦，甲入识历史无影真无办法呢。你若讲英国甲美国上底头移民去美国的拢嘛是英国人，遐个人家革命啊。迄个人迄阵因无伊家己母语互消灭的即个历史嘛。因英语本来就是因的语言嘛，所以你讲真侪台湾人讲美国独立嘛是用英语啊，但是伊无经过即个母语互消灭的即个真痛苦的历史嘛。所以台湾人就是即点家己的历史无认识啊，所以迄个基本迄个上界基础的代志创袂起来，就是安尼。我是希望讲历史爱交代互清楚啦，这大家我想都会觉醒啦。不你即马从这个调查我即马甲上网甲看这个政大的迄个民意调查伊讲63.3%
拍的人吼，讲伊是台湾人啦，吼，28几是中国人啊台湾人，两项拢有啦。啊，想讲家己是中国人，尔的是2.7%尔。就安尼，伊即个调查甲你的调查差真济，毋知要安怎解释，这是我的问题啊。我拄有解释啊，我是无看伊个调查，我以为是安尼。啊，搁一个问题讲好啦，准讲正代是正确好啊。你看甲白罗人是8成咧，台湾人才6成，敢袂看？就是台湾人可能感觉安尼真袂歹啊，但是白罗人既然8成嘛是甲罗西亚是兄弟之邦咧，这是好。所以台湾6成咩啊，无甲台湾中国兄弟之邦，我感觉真困难咧。对，有种问题啊，但是我嘛毋知影。所以我毋知讲台湾人爱有即个 political will 去甲即个上界基础的问题讲好清楚嘛。袂当讲啥物中共若民主化吼，咱就会使甲伊统一即款的话哦，互人真无迄个境界啊。你上要紧就是你的基础爱建立嘛。是啦，对啊，我想这个下多拄则咧讲的是迄个相像的意思较对啦吼。后来迄个律师，你敢要发表一下，做伙过来互这下多来做一个结论。针对一个问题，古早美国要独立，因主要的问题毋是即款问题咧，因要独立吼。咱即马讲的是咱，尤其是即个共产遐尼残忍，这无保障啦。5年的平安，兄弟帮5年，20年后就毋是啊吼。所以我的问题请教就是讲，古早人美国要独立，敢有即款问题？讲你是啥物人？你讲啥物语言？你对来这样因无即款问题啊。伊嘛免讲，迄阵要独立嘛，无讲咱这是几个法国人，几个德国人，几个，所以即个请教。美国是一个特例啦，袂使用美国，因为台湾人最爱讲美国嘛，所以拢会用美国去思考来。美国是一个特别的国家哦，你看不管倒一个方向，拢是足特别的。但美国伊的制度嘛，拢甲人无共款哦。其实美国是一个袂使模仿的国家，伊有家己的。伊敢是上进步的？自历史5000年来，经过君王国家、什么国家、什么国家，最后变民主，伊是代表咧。民主思想自由吼，无迄个奴隶吼，安尼。美国真正做侪物件拢无法度模仿啦。讲一个简单的例就好啦，比如讲因政治学因咧研究就是讲，全世界总统制国家，打有美国成功尔。拉丁美洲模仿美国的总统制国家，每一个拢是失败的，是安尼。这是足趣味的嘛，是美国甲无共的所在比如讲，美国法律嘛，甲其他的所在拢无共款啊。其实甚至伊甲英国的法律嘛无共款啊。但是伊有足侪伊的。中国佫较是一个特别的状况。世界即马无人像中国安尼杀人啊，抑佫遐用遐成功诶。所以这是无足侪，其实足侪，其实甲你看现在足侪国家甲中国嘛自由无？这是严重诶代志，人性。现在安尼是因为足侪国家甲中国其实共款啦，只是咱台湾人较无了解，因为比如讲非洲足侪国家，因诶政府就是甲中国差不多啊，伊嘛是太甲乱七八糟啊，但是因为非洲逐个无啥去关心因啦，所以新闻嘛无啥去报，所以你嘛，一般人嘛毋知影讲非洲发生啥物代志。所以因遐个国家的人，其实因可能感觉无定对因来讲中国袂歹啊，因为中国政府虽然杀人，但是敢无像因的政府佫杀了愈惨。是啊，这上可怜的就是讲吼，我历史毋捌，但是安尼粗浅啊看起来吼，上对人类讲上可怜的，就是讲杀人杀较赢的拢是赢，这点足歹。
但是对啊，毋过这世界事实就是啊，比如讲好啦，比如讲，大家感觉讲好啦，我即马，因为我是啊感觉这个问题足困难的是因为大家一定拢摕美国的例嘛，毋过美国伊甲台湾有一个有不来的差别是台湾无法度甲美国共款的。第一就是讲美国甲英国差足远的啊。比如讲，英国也要坐船去美国，爱坐足久的，较早啦吼，即马可能坐飞机啦，但是坐飞机嘛爱一段时间啊。啊，所以现在伊独立的，所以伊无需要思考这个问题。比如讲，伊无需要思考讲，咱是讲英语也无讲英语，讲较歹听的，英国人要来嘛，足困难的。是安尼，啊，过来就是第二点，就是讲，其实美国人伊嘛是有思考过英语的问题哦，只是台湾人可能无去注意到啦。就是其实美国人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哦。当然，因的，但是因的做法就真像即马台湾一寡台派的想法，就是讲啊，台湾的华语嘛有一种台湾的华语甲中国的华语无共款，即种思想啦吼，即种思想嘛是受美国影响啊。其实美国人就是讲，因较早因甲英国脱离以后，因迄个时阵无电视嘛吼，所以两边的来往是无遐尼简单啦，所以慢慢伊就美国的产生一种较美国的英语啊，甲英国英语无共款。但是迄个无共款嘛，无甲讲袂通了对啊。其实讲会通，只是无，就是知影无共款了对。就有真像台湾10年前的台湾的华语甲中国华语的迄种情形啊。因为台湾迄个时甲中国，就是要讲互相无来往足久嘛吼，50年嘛，所以伊的变化，两边拢互相咧变化。因迄个时的情形是安尼，啊，所以美国人迄个时因就有一个想法，因为因较早啊读册人因拢是读英国人的册嘛。其实美国人因迄个时文化足低啦，一开始的时，所以因若看册，因其实嘛拢看英国人的册啊，所以因会甲英国人做标准嘛。但是大概差不多建国100年以后，迄个时美国人因就开始感觉讲袂使去继续安尼啊。第一，因开始有一个要家己找出一个家己的迄个认同了对啊。感觉讲虽然我是讲英语，但是我的英语甲你的英语无共。哦，所以因就有一个 Webster 嘛吼 ，Webster 是有迄个英语有一个著名的书典，就是 Webster 嘛。迄个用美国英语，美国英语甲英国英语差在倒位咧？就是一般英国的英语，伊是因为英国伊的方言足侪，所以其实伊要找出一个标准的英语是无遐尼简单啦。啊，所以因的迄个咩讲，英国人因就是有学问的人，因家己去编迄个书典嘛，变做伊是变过来，就是讲，反正有读册的人，因讲这个标准就是这个标准啦。啊，其一般人讲家己的有无？因为因的腔足侪嘛，所以互地方的人讲的，大家拢讲家己一种的。但是编做书典的，就是读册人因家己的标准就对啊。这是英国的英语嘛。啊，美国英语是安怎？因为美国人要表现讲因甲英国人无共款。啊，伊嘛无爱用英国人迄个标准嘛，所以迄个时阵的即 Webster 伊就产生一个新的思想哦。即个思想台湾毋知有咧用无啦，敢是无啦，因为台湾人可能无理解到遮个有。因的意思是讲，较早的书典是有读册的人去编出一个标准，但是咱美国的无即种读册的人，所以美国的英语是安怎要安怎定即个书典来标准呢？就是。我就是去调查，哦，就个迄个语言学家嘛，我就去调查一般人安怎讲，上侪人讲迄个就是标准啊。所以我无咧管什么你有读册也无读册，所以讲毋对，你讲我讲毋对嘛，袂要紧，反正阮美国人大家拢讲安尼，所以就是以这个为做标准。所以英国标准的英语甲美国标准的英语慢慢变出来的差别，就是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因离足远的，所以因有一个时间的迄个地理的迄个分割以后，伊慢慢啊，因会变无共，这是头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因要制定迄个标准的时阵，伊个制定的方式是无共的。英国的英语标准是以读册人为标准，美国人的英语是以上侪人讲的为标准，所以就变做即摆咱讲的美国英语嘛。其实嘛是有思考即个问题，但是伊是还无法度完全变过，就是讲安怎讲英语嘛是美国人家己的语言啊，无像台湾安尼啦吼。啊，所以因无需要去思考讲，咱无爱讲英语啊，咪足奇怪，我要讲啥物语啊，对吧？啊，台湾人毋是啊，台湾人是本来是讲华语的，即摆去用
改做讲华语后，才变做讲啊华语嘛是咱的语言啦。而且即个思想足普遍，但即个思想足普遍原因，我的理解啦，我感觉真正足侪人伊其实毋是因为知影台湾的历史哦，其实伊是知影的哦啊，但是现在因就无想要去变呢。哦，一个原因就是伊感觉讲啊，国家就是教我这啊，啊，即摆逐个拢讲这啊，啊，是要甲这变掉，啊，是要过来定来一届哦。就是中华民国台湾的意思共款啦。第一，中华民国迄阵是一个国家嘛，啊，台湾人即摆就是中华民国其实就是台湾人的国家嘛，安尼。是反共的国家，反共的国家。啊，什么个国家？反共。哦，不管安怎，这就是台湾人因我即摆所了解一般人的思考就是安尼，所以以前啊，袂去改这个物件，因为足大的问题是，我即届无讲的吼，就是。我顶届敢有讲过啦，我毋知即个例我应该捌讲过，就是讲对足侪台湾人来讲，其实台湾因为较早毋捌食做一个国家嘛，所以台湾即马准讲台湾变做一个独立的国家，对因来讲其实就是甲较早中国历史内底三国共款有无？三国毋是迄个老毕去建一国嘛？啊，这差足侪啦。是我是讲足侪台湾人因咧思考即个中华民国台湾的观念就是安尼，所以伊会感觉讲，咱宣传拢输人呢。咱讲美国当然是咱另外一个国家，咱当然毋是讲用美国完全做好例。咱个并倒转来讲，比咱较小的国家足侪，啊，用这国家的例来讲看嘛咧吼。所以这对来讲起啊，讲个我感觉咱即马上输人的是。宣传啊，拢向骗去啦，大家拢看袂真深啦。咱讲我在中华民国，伊是反共的国家呢，即嘛大家拢袂记咧反共这两句啊，啊拢袂记咧人权这两句。OK，是的，我无别讲。无啊，我今年是，时间可能差不多啊，吼，啊所以那个，下多倒来做一个结论好无吼？啊，咱就可能来停止。啊，我要来了解介绍后礼拜的节目。啊，我过来迄个广告一个，讲咱1月14吼，免迄个伫台北吼，大家免见面这个代志，好无吼？而且，迄个下多倒来做一个结论好无？好，我是。还是梁公兄啊，我小小的一个问题，敢会当问一下？好。迄个结论啦吼，下头岛即个真好吼，听着你即个小解啦吼。啊，我一个问题就是讲，可能下头岛你本身已经有讲过，就是讲你讲到咱现在侪问题，但是若准做由你来讲，咱要安怎来做，较会当台湾，咱想讲咱家己一个国家。第一个我就是，所以我即摆讲，其实我讲的物件是，毋是我发明的嘛，就是台湾民族主义是做早人就带导的，迄个前辈都拢讲即个物件，这嘛毋是我发明的。哦，啊，我的意思是讲，因为我是尽量甲我会使理解的迄个点讲出来，就是一般人疑问的点讲出来。啊，我希望大家也有法度接受，会使讲互别人听，就是讲到底台湾民族主义的意思是啥物？因为足侪人伊拢会去想到，就是，但这就足困难的，就是，但我是尽量，因为我嘛是打一个人尔，所以我是尽量甲代志想过，甲讲了出来。啊，希望大家有这个理解，但是就是讲宣传失败嘛，宣传嘛是爱钱嘛，对无？有时啊，你安尼讲，就是遮侪人知影尔嘛，无法度去讲愈。你看黄昭同的主席的册写尔久啊，结果几个人读过啊？伊本册嘛足薄的，我一个下晡就现了啊，但是我相信真正看过的人足少的啊。啊，伊内底迄阵讲着足侪伊思考的点，就是思考的点嘛是，就是大家也有吃落，应该啊，总讲台湾人拢接受，其实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嘛。问题是连看都毋捌看过啊，这是要安怎讲？哎，所以拄啊，迄个是医生嘛，吼，李医生晓。就是讲，伊讲的迄个宣传的问题，无毋对啊，宣传的问题。但是，叫宣传的问题有一个足大的问题，就是讲，
对我顶摆讲过的，讲现在这个物件，足侪人惊去讲这个物件，是因为台湾的这个思想就是基本上拢照美国咧行啦，所以美国人足惊讲民族主义的啊，这是事实啦。所以台湾人变做讲，咱学美国感觉民族主义就是歹的，就是其实台湾人某一个方向是，我感觉这嘛是一个悲哀，毋过无法度就是讲台湾人真正拢在看美国人的目色啦。美国人讲台湾人是安怎，台湾人得想一下，敢会是安尼？所以，比如讲台湾，因为美国的社会是袂使去讲这个民族主义的，啊，台湾就感觉讲民族主义也是歹的，就变做安尼啊。种例足侪啊，比如讲，我举一个例啦，我讲像我捌去一寡迄个废墟的迄个团体人嘛，啊，我就甲讲，我讲你知影啥台湾推废墟推遮侪年拢煞袂叮当有无？我讲一个简单的原因嘛，因为美国阁有死刑啊。我讲啊，足简单啊，总讲今仔美国无死刑哦，我保证第2年台湾就废除死刑啊。啊，我是啊，敢安尼讲，就是讲台湾毋是有迄同婚的问题，同志结婚的问题啊。台湾同志结婚的问题，迄个人去告，迄个人叫啥名？伊戚家伟啊啥，我毋知记毋对无吼。伊讲变要20年嘛吼，但是上尾也是安怎会成功呢？因为台湾要杀的近1年，美国就通过啊，所以台湾人真正会看美国目色，美国也创啥台湾人就安怎啊？所以美国人继续讲英语，台湾人也感觉继续讲华语足自然的啊。这是我感觉上困难的点嘛，因为台湾人真正拢会看美国人的目色啊。这个观念嘛无，就是讲台湾人也无这个性也无变吼，这个问题可能搁宣传30年嘛是安尼。这是我感觉较悲哀的所在，但是这就是社会现实啦。大概这就是我的想法。所以你也要甲我讲，安怎才有法度？我敢会使去抵抗这种要讲？学美国的这种想法，我要去对抗这种社会这种学美国的想法，这足困难的啊。对，所以我会使讲到一个澳洲的例啊，毋过大家讲迄是澳洲啊，对无？可能感觉美国才是世界的标准啊，我毋知啦。这就我对这件代志的迄个咩讲感想啦。好，安尼真多谢夏都岛吼，咱拍幕啊那个说多谢一个啦吼。啊，我来介绍咱迄个后礼拜的节目啦吼。咱即个拄则咱咧讲要安怎宣传吼，啊有时咱用政治方式的宣传吼，可能会较硬斗啦吼。啊，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讲较用艺术，还是讲用文学的方式，来咧讲咱的故事。所以咱后礼拜吼，咱要请一个即个画家吼，伊也是美术的教育家，叫做Nami 吼。来甲咱讲，即个题目足趣味啦吼，伊讲画时间啦吼，就是讲来讲话啦吼，来讲图吼，用图来故事啦吼，你即幅图真水吼，看起来咱是水花吼，这是伊迄个人体的画图啦吼，伊嘛画一寡有关228的图，关台湾的故事吼，真多元的一个作家吼，好啊，无咱今仔日咱的论坛的时间，咱就到遮为止吼。若要留落来，会当继续留落来。我来甲即个甲停止吼。